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南部落大雨做大水，气象署表示，因暗西南气流会甲对流分下入来，雨水对沿海一直来到陆地，南部雨会落真大。罗总统本地8月会过境批过去到友邦访问临时来取消，英国媒体就讲这是中国伫咧反对和川政府拒绝罗总统过境。有一名受刑人关伫咧身体加加利用保外就医逃走，顶个月伫咧桃园，搁再犯2案，唔那共抢，搁再共性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因为这西南气流的影响，屏东的恒春地区对29今天开始就落大雨，到今下晡3点半为止，这雨水量已经超过250毫米啊。当地龙峦潭大排呢，是因为被雨消透，规个水是拢填出来，附近各路条车路也拢变做是淹水的情形，就游客赛车要去到民宿，却是无法度经过。另外，县政府也针对满洲乡分水岭部落41位居民做预防性撤离，要确保大家安全。风大雨一直升过来，民众互相压力了水在行。屏东恒春地区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对29饭店到下晡3点半为止，已经落超过250毫米的雨。雨落规暝规日，也各量水里的龙峦潭大排，未赴消透大水，规个水已经满过花，淹起来车路，造成几路的路段因为水淹上深，拢封起来。有游客赛车要去民宿，看到袂当过，只好翻头。民宿业者讲，这是伊头一摆看恒春落这么大的雨。今天就一组客人啦，对，一组客人。你们没有遇过这样子？我是没有遇过啦，对，因为他昨天的雨下很大，今天真的很严重。那最深到哪里啊？最深就还可以看到路啦。今天就真的都没有看到。除了大排一体以外，垦丁南湾也因为风景上大，插红旗禁止游客耍水。因为惊雨继续落，山区会出现灾情，官府也赶紧安排满洲乡分水岭部落居民做预防撤离。拢总41位民众陆续坐车来到收容中心。下面是一个河道，它被河道冲刷完之后，整个房子都倾斜，基本就是龟裂。然后最近就是有好大雨，就是怕到时候房子会有问题。目前有41位呢，进驻到我们这个小丑鱼的一个收容中心。那后续晚上下班后还有10位哈。那我们非常谢谢乡亲的配合，族人的配合哈。因为极端气候恶暗算，高雄屏东地区29拢是停班停课。高雄地区过到后也开始刷刷落大雨。第三明区的河川街者因为地势较低，接淹水，有民众规气甲奥多摆刷起伫天桥顶悬档，当地徛街也先将杂水绑倒起来刷地啊贴无好。这全的防灾准备，就算到时无淹水，嘛会当求一个心安。记者柯明在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嘉义县昨是落大雨，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今早起呢，这个所在有一寡所在已经较退啊，不过当朝呢是对昨淹到今中昼也未退，可能是因为这地势较낮，再加上是水尾的关系。另外，埔子呢有一大市场淹水，3000只猪拢浸伫咧水里，损失有上千万。甚至山区有吊桥，因为落大雨，这底座规个空气目前成封桥。积水上深的所在，达到大人的腰。工作伫两边有封锁线事件，嘉义县东石乡江墘村28暗才接淹水，煞因为地势较低，位伫水路的上尾流。到中昼进前，其他乡镇水拢退啊，当地也咧淹水。退得蛮快，对，都退掉了。那你这个退得蛮快的，退到哪里？退到这里。退到我们这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港前。居民无奈清理家园，电气家区浸害，也爱靠朋友送饭。咱江墘省水尾爱对水会走，慢慢走去站吼，站就一直走过来。官府已经调度抽水机，如果到尾仔进前，水就会当退了。六卡乡六斗村这摆积水上深到大人的大腿，雨一停，居民赶紧整理家园，煞也无奈，才互风台摧残，佮拄着淹水。一个月前风台，一个月未成到，佮大水。阮这六卡乡六斗村真正有够可怜的啦。
这户人但那些风台吹走电话卡挂这片铁片墙，也将冰箱吹倒。这摆水灾有讲2礼拜无就做生理，也要负担灾后修缮，真正唔知要讲啥。风灾的时候是把什么都吹掉，网路线啊、电源线都是抽掉，就是要等后续请人家过来处理这样子。山谷窑状况，嘉义县竹徛乡的宜人吊桥因为这摆落雨，部分地基防乌空，公所赶紧封闭。铁幕业者也是要靠无目屎破主持。这个铁幕场里边因为边仔大排放弃，场内3500只猪，目糟糕全部100只。29早起雨已经停，也毋过场内积水还未退。业主出动机库，联合帮忙，救出500至600只，暂时维持大路上。空气回兵看到，铁幕业边仔的荷包输动排水位也是真悬，业者预估这摆损失超过1000万。这是目前算是我们嘉义县养猪场里面状况最严重的这样子。那因为它现在大概有3000头猪还泡在水里，所以状况不明。这摆造成灾害落雨，嘉义县超过9600户停电，台电员工趁29天气转好，赶紧抢修复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受到这西南气流和风太挂为环流影响，台南后壁总是做大水。也透早呢，这边仲也趁这冷雨棚的时阵，赶紧来整理家园。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也去到白河后壁这重灾区，视察这排水情形。下晡也去到嘉义，只是相关的单位爱协助民众。也强调政府有整合前进指挥所，整合到这嘉南地区这几天的灾害状况。提出日北当地状况的相片，隔一天，里长也是心惊惊。白河马场后里甘堤桥因为河道污积，甲日北强港河头前溪水面甲桥面共款悬，赶紧替离3号机坪，好甲在29透早水提起。行政院长杜英泰也来勘查，指示相关单位协助改善。最主要这个桥基，过来当讲要说，经济部水利署又编的跨年度的1000亿的预算，要来做未来的几年来做。那我认为这个桥，既然大家今天已经看到它淹水的状况，马上紧急是这1、2天。后壁区有6个社区淹水，水深上悬达到80公分，这么简单水提起，国军协助居民清理家园。比去年的高哦，对，但是降雨量其实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它退不下，因为它水一直退不下去，然后很快就淹上来。台南勘查了后，行政院长杜永泰也宣布商店、市场摊商业者受灾，若是合法登记有税业者，会当个补贴1万买营业用的设备。假如是淹水深度超过50公分，有居住事实者，每户会当领到地方政府发的2万救助金。杜永泰刷落来去家己埔子市勘灾，未少受灾民众直接提出诉求。我一定要来的，喜欢讨论看这怎么解决这个淹水的问题。院长下来就这样子，谢谢。不辛苦，大家辛苦。对不起啦，让你做辛苦。最后这一段的问题，我们来处理啊。客厅也都破一个洞，没办法补。当然，我们希望说他能够协助我们地方改善这些那个防水坝的措施啊。嘉义台南地区受到丹那小风台摧残，破损的家园才渐渐修复，即马阁拄到大雨扩大灾害。这边希望政府会当全力协助，量早让生活恢复正常。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民党甲民众党推动这普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是7月31。有风声讲，这行政院长杜英泰考虑到8月23，也有7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也有这核三丁胖的公投案，决定无要提出复议。不过行政院无证实，强调也搁伫咧研究。7月2日罢免结果出来，外界解读南北合力推出的普发现金1万块，嘛是影响成败因素之一。即卖行政院面临普发现金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是伫7月31，时间真迫。传出行政院长杜英泰考虑8月23，还有第2波7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也甲展开核三公投，决定无提复议案。院长普发现金，政院决定不复议了吗？杜英泰伫7月2日罢免了后，头一届出面，早起到南部勘灾无继续回应。不过行政院人讲，一切还搁咧研究，连后续是不是申请实现加聘的预算，目前拢还无定案。其实立法院通过的普发现金案子，该做的就赶快去做吧。至于法律的问题，我觉得只要对的事情，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满足
我们人民现在在苦难当中，他的需求。侯友宜嘛，话中央该做的赶紧去做。国民党团嘛表态，立法院延长会期就是要来处理后期案，若是行政院提出，一定会发决到底。我们乐于见到行政院现在不提出复议，然后愿意苦民所苦，跟人民站在一起，也等于落实了在野党我们当时极力主张跟争取通过的法案。那事实上，很多民众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都非常强调，有些比较经济弱势的民众，他可能在现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一笔现金的支持。那行政院看起来也并没有否认这样的需求。对在野党爱政府照做，唔通违背民意，立委态度完全放软，讲行政院提复议，可能会互民众误会政府伫反对支持经济弱势的民众。不过目前破坏现金无排付条款，建议朝野立委伫立法院充分讨论了后，再来重新立法推动政策。记者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本地配过要过境美国去中南美洲赛友邦访问，不过总统府长表示，因为南部洪灾目前无出访的安排。英国媒体是讲，这桩访问是因为中国伫咧反对，和川政府拒绝赖总统过境。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员，也就是真正的议长佩洛西，伊就批评讲，这代表美国伫咧台湾议题会当放百年加贵的点酒酒。不过，美国国务院强调无要评论假设性的问题，也强调台湾总统过境和美国登记政策是一致的，这点无改变。台湾天然灾害频传，虽然我们多年来已经建立了防卫韧性。也已经让我们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是气候变迁变化很快。这月2日罢免案了后，总统赖清德头一届公开关心南部灾情，只是进前才传出8月要去咱中南美洲3友邦访问过境美国、纽约甲达拉斯。副访日备却表示，因为这阵啊南部洪灾暂时无安排。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赖清德的取消行程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华府提出抗议，和川普拒绝赖总统过境美国、纽约的申请。美国联邦众议员佩洛西认为，这是危险的信号。代表美国若是对台湾议题有人发声都唔敢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整个国安跟外交的团队，事前的资讯是不是掌握不足？南部的灾情不要一而再的变成赖总统自己解决自己烂摊子的借口，只是因为美国不让赖总统过境纽约，就贸然取消。那我觉得。这恐怕也是在外交上对我们的邦交国非常的不礼貌。美国国务院表示，无评论假设性问题，强调台湾总统过境加美国登记政策同款拢无改变。咱外交部回应，加英国同款，总统出访行程伫定案了后，适时对外公布。考量到近日我国南部风灾灾后的复原工作，以及目前对美国等对等关税谈判的进行等等，也还有相关的国际情势，总统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更没有所谓延期、取消或者美方不同意过境的情形。消管委强调，台湾做任何代志，拢会互中国抗议甲打压。这就要问中国政府要安怎思考伫区域内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唔是伫台海、南海、东海不时相关危险甲紧张。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非政府甲咱台湾2大住处改名和降级，这外交部也证实讲，南非到今拢无和咱协商，这2个住处有关是正常运作。目前也等咧研究这相关要爱安怎做，有打算讲要来限制晶片出口到南非。南非外交部日前伫还未甲咱国协商的情况下，伫政府公报发布，各方面甲咱南非2个住处改名甲降定，咱外交部马上表达严正的抗议。而到证实南非还未甲咱协商，目前2个住处有缘正常运作，嘛批评南非行为粗暴，已经甲相关部会研议用限制晶片出口南非来反制。外交部基于维护主权及国家尊严立场，我们现在与相关部会研议反制措施。包括限制晶片输往南非，我们严正呼吁南非政府尽速与我磋商。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非洲小组主席史密斯第一时间嘛为台湾发声，强调任何各方面违反1997年双边协议的企图甲改变现状的举动，拢是无法度接受的，呼吁南非唔通屈从中共的压力。
It is my hope that Taiwan and South Africa can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which was legally binding by their agreement, and that they reject any pressur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继续施压孤立台湾，鼓励所有国家扩大甲台湾接触。学者分析，虽然南非对去年4月开始就动作真济，不过到今也未强硬要求咱的自处搬走，也短期两国问题可能真歹解决。美方行政部门若愿意实质协助，可能会是关键。这个行政部门愿意用什么样多大的力道跟资源去投入，然后去说服这个南非政府，我觉得这是真正最重要的关键。学者认为，咱甲南非的局势会使反映美中伫地缘政治的变场。不过，美中毋若竞争，嘛有合作，未来安怎伫咱甲南非的议题上交锋，也需要观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真喊，昨有民众伫咧台中去到一间连锁冰淇淋店，这店员无细腻，甲这透白漂白水当作是滚水，停予人客啉，害这3个人客送病院，甚至有一个员工无细腻去啉着。这民众讲到目前为止，食物件腹肚幽怨会痛。这食安处接到通报了后，也去到客栈咯。台中市食安处的人员来到这间大型商场内面的冰品连锁店来稽查，因为这间分店是传出2倍有3个人客和1个员工，无细日去啉到店内透过漂白水。救的过程中，当下就是连呼吸都开始痛，然后呼吸都开始痛了之后，我就问店员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症状就是喉咙有一点不适，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点痛，然后有一点咳嗽、有痰这样，可能是有在灼伤吧。民众讲2倍中昼，伫店内点餐点了坐落来，店员捧一杯水来，拄好伊喙打就啉一喙，但后随开始擦擦疼疼，伊向店家来反映，落尾店员陪伊去看医生。除了伊，佫有2个人客有同款的状况，嘛去其他病院看医生。另外，佫一个查某店员同款去啉着，水挂急诊。可能是管理上有疏忽了。听到这样子的情形，感觉怎么样？觉得不可思议。透过漂白水，互当作是会当啉的滚水芳上肚，民众拢感觉有够含糊。医生嘛提醒讲，若是无细日去啉着，千万莫催吐，则袂第2摆烧着难熬。那去吐也是想要吐，就要随送病院。第一时间千万不要去催吐它，因为它是一个腐蚀性的液体。那如果说没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可以喝一些水或牛奶去稀释。针对这个事件，业者透过文字回应讲，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解，这是单店店员的疏失，已经主动关心和慰问人客，继续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且配合食安处的稽查。食安处是回应讲，这案已经涉及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除了当场要求业者停业，嘛甲业者移送检调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市一间护理之家去互家属指控讲，这90岁老母亲呢，最近身躯顶出现真大袋乌青，怀疑是这护理之家家虐待，或者是照顾了不合适，已经通报这县政府啊。那这彰化县社会处要调监视影像，若种有不当照顾，会依法处罚。牙关的正手骨规支拢变色，各个康含边都嘛拢是乌青。但小姐控诉已经94岁的妈妈，因为失智含中风，差不多7、8当前送去彰化市一间护理之家的安养。但是这个月初5探视的时阵，却发现老母的伤势真严重，家属完全无法度接受。那一大片整个半边身体都是淤青、淤血，让人真的是匪夷所思，不能接受。我当女儿的，我心很痛。家属甲老母送病院，诊断是肉毒感染欠血，加上乌青含疑似血症，也是软组织的发炎感染。这个护理之家无说明乌青的原因，涉嫌苦毒和不当照顾，佮要求办理替代，已经向彰化县政府通报。护理之家表示讲，配合主管机关的调查。能够理解、体会家属的心情与感受。那后续这个事件的这个真相还原呢，希望通过这个政府单位、主管机关去做了解之后呢，再给这个社会一个公平。调阅现场的监视录影带跟相关的记录了。那若查证属实有虐待或不当的照顾情形，我们也将依老人福利法第51条进行裁处，并公告姓名。彰化县社会处表示讲，目前已经调现场的影像和记录，接落来会调开专家咨询会议来厘清照护的过程。若确实有虐待，还是不当照顾，会照老人福利法罚行为人3万95万，而且会将伊名公告出来。若是涉及刑责，嘛会随移送司法机关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华部盐最近有真侪间宫庙的五营去互破坏，连土地公庙金身也互刷毁，经封吊监视器锁定嫌犯，掠到人真身了后，专案依照毁损等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营头内底定期兵马互人武甲乱吵吵。中华部盐顶礼拜二开始，向来一间宫庙的五营这段小连续出现互人迫害情形。庙方讲，伫民间信仰内底，五营有镇守地方、保平安的意思，想无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咱这五营吼，代表咱庙的所派出的兵马安搭伫遐，所以讲这五营。讲迫害去，地方嘛足关心的啦。真侪乡亲咧发现啊，就是伫咱即嘛各镇头庙、各角头庙，搁有土地公庙，土地公甲土地部可能调换，搁一寡镇头即个营区营头啊，这东来西北，这拢可能破坏，造成讲咱即嘛咱乡亲人心惶惶啊。警方调查指出，受到迫害宫庙有金武宫、大安宫、后天宫等6间宫庙。调附近的监视器锁定一位41岁姓陈的查甫人有真大嫌疑，伫27暗时抓到人。那警方受理报案后，积极调阅监视器，以掌握嫌疑人。巡逻时在顺泽宫面前发现陈姓嫌犯可疑徘徊，随即将其带班所侦办那后续这个陈嫌坦承这个连续毁损的犯行不讳那后续警方依这个连续毁损罪依情彰化地点侦办。警方表示，这位嫌犯精神状况无稳定，专案侦讯了后，依照毁损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嘛照行政规定，甲嫌犯强制送医。也若受迫害的庙方表示，会伫后礼拜5进前选日子重新安夜放兵。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林志坚伫咧做新竹市长的时阵，有去领养一只狗来饲，佮再宣布这只号做种种的狗仔，就是新竹市的饲狗。不过最近却互发现讲种种又搁登去这动保所引起讨论。新竹市政府也证实这项代志，讲目前这只种种呢是由志刚伫咧甲照顾。我是宗宗，宿舍编号 B003。这是英国新的市府帮总统翕的影片，后来总统搁伫2020年将市长林志坚时期来到市府担任市狗，没想到总统却互人发现疑似弃养，又搁转来到收容所等待领养。民众认为将市府那当领养以后搁弃养，批评讲根本只是利用狗来当作宣传的工具。是很不应该啦，对啊，因为你既然不能只把狗当成宣传的工具啊，对啊，既然过来试捕了，然后他又那么老了，已经13岁了，就应该好好的安顿他。毕竟狗是一条生命你既然跟他认养过来利用完了以后又塞回去给动保所老了真的是很可怜啊。对此，市府证实，2021年总统就互将市府送转来到动物收容所，经过志刚照顾了后，目前总统已经13岁，健康状况真好，也开放民众领养。宗宗是2018年进入到动物收容所，那2020年的时候短暂到市府一段时间之后，在2021年再次回到动物收容所。那宗宗在动物收容所的这段期间，由保育员以及志工悉心的照顾之下，虽然他现在已经超过13岁，不过动物的精神状况以及活力都还十分正常。也欢迎有意愿认养宗宗以及其他毛小孩的民众们踊跃来动物收容所认养。动保所指出，宗宗过去是市府代表，带登去市府饲，不是由个人领养。一般的民众领养了后，是袂当搁退回动保所，所以民众领养进前一定要确定家己敢有照顾的能力，也希望大家以领养来代替买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一个姓江的受刑人关伫咧新竹家家，因为破病来保外就医，所利用机会逃走，无登去报道，甚至呢是咧顶个月伫桃园，搁再犯2案，毋但共抢，搁再共性侵。外界也认为讲是管理单位拢无要无紧，才会发生这款的代志。顶个月伫咧桃园鼓山的汽车旅馆，连续2件发生2件性侵甲强盗的案件，警方接到报案，锁定涉案的查甫人江玉贤。结果一个查落，发现伊是因为破病，被批准保外就医的当刑犯。女生的朋友一直都没有等到他，然后赶快就是请我们协助，那我们就跟着我们防护人员一起上楼查看，那发现他有被捆绑，避免他的下肢瘫痪所以我们就会承包保外医治，那他就获准。
然后11月4号的时候就爆坏，然后进行开刀手术，跟一系列的抗生素的疗程跟复健。本地爱伫新德感觉服刑的受刑人，煞会当拍走。江玉宪因为犯强盗顶罪，被判19年8个月。113年11月份，被批准保外就医的时阵，伊的刑期还阁剩4年6个月。后来因为身体有较改善，感觉这边发文通知伊6月初3去地检署报到。不过落尾手伊煞无转来感觉，含且新德地检署以权责传唤、拘提或者是通缉，想袂到6月21甲22，伊阁一改犯刑案。22暗时去桃园警方抓起来，不只个新德感觉甲新德地检署嘛去互质疑，讲受刑人伫咧逃亡了后，并无积极的作为，造成2个查某人无辜受害。对于他不知道珍惜国家给他这种医疗照顾的机会哦，而且没有悔悟的跟自重的一个他那个心态哦，再犯哦，我们觉得很谴责他。针对当刑犯无按规定登去感觉，甚至阁牵涉刑案，新德感觉表示遗憾。嘛讲会全面检讨、改善保外就医监督甲管理，落实相关动态防诈的机制，加强掌握保外就医犯人伫外口的情形，而且即时处理，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新德感觉有受刑人保外就医出来逃走，搁再犯案引起议论。矫正署是强调会强化监管，也会评估这电子监控的可能性。家属关注小组是认为，就算这家家有去通报，检警若准无积极去查，通报是做伊伫咧通报，还有这家属和警政系统之间的制度，就爱搁较搭吧。2022年8月发生互社会惊吓的台南杀警案，造成2个关键损失。犯案都是外役监超期无转来的逃犯林姓娥。屏东看守所嘛要发生有受刑人到监外作业的时阵，拍上龙庭员工了后逃走。即阵不是发生外役监受刑人超期无转来去互人通缉，即马阁有受刑人江玉贤趁保外就医的时阵，那失联阁连犯2件性侵案。家家的监管甲通报机制，是不是出现漏洞，引起质疑？政府之间的互相勾稽的状况做得不好。地检署发布通缉以后，如果他没有积极的去寻找当事人的话，那也不过就是一个通报系统在我们的系统上。那也许警察是在可能路边临检或怎么样的时候才会，有遇到就遇到，没遇到就算了。江玉贤失联超过20天，变作再犯刑案的空窗期。民间团体是讲，甲方甲检警的联络方式也有待加强。根据矫正署的统计，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外役监逃脱49人，其中45个人是转厝的时阵逃走。若是受刑人逃亡无法度掌握，有可能变作社会安全问题。矫正署是讲，会强化监管，对有犯罪危险者实施高强度追踪，像无定时封杀、实行查核，也会评估电子监控的可行性。我们会盘点保外医治个案的前科、犯行，还有健康恢复状况等面向，然后我们会进行风险分析。目前这规定，受刑人病况改善了后，家家应该指定7天以上的时间通知受刑人到指定的地检署报到，登去家家执行。矫正署嘛表示，会为法规定改善，对无准时报到等家家的会建立即时通报机制，加速检警通缉查办。希望伫保障社会治安的前提，也会兼顾破病受刑人的医疗权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8月7日开始，80岁以上时代免巴士娘表评估，就会当申请外籍看护。民间团体就伫咧烦恼讲，这53万名健康的时代也有资格，会和重症的病人抢外籍看护。拜二卫福部和劳动部同齐开记者会，提出6项的配套措施，强调未来申请看护资格，重症的会当代先来申请。重症行动无方便的时代，为着要申请巴士牛表，需要亲身去到病院，这是非常吃力的代志。为着要减少负担，立法院伫咧去年修法，伫咧后个月8月7日开始，80岁以上的时代，唔免评估巴士牛表，得当直接申请到外籍看护，引起民团立委批评，恐惊就路了后，有53万健康的时代和重症的时代，就外籍看护的资源。在整个法案修法之前，包括民间团体以及我们劳动部一再的一个顾虑跟关心、忧虑是相同的一个现象。本部作为行政机关，一定要保障重症家庭的权益，
针对民团的诉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公布新制就路的6项配套，来保障同志家属的权益，包括推动轻重分流同志优先，扩大同志多元免评资格，同志家庭搁来承接上优先的制度。另外，也协商增加来台移工人数，加编11亿8千万的预算，来协助同志家庭度过且无挂职看护的时间。只要重症雇主登记承接，所有在转换期的家庭看护移工都会优先的被推介给重症的雇主。申请外刊期间，或者是外刊尚未到任前的这个时间，民众可以拨打1966长照专线来申请使用长照服务。另外，若针对有挂职移工伫咧8月初1要求加薪水，也是换雇主的问题，嘛不易出现抗通期。卫福部有提出照顾的专业服务、交通接送服务、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和哮喘服务，给同志的家属，希望会当确保同志患者的家庭生活品质无受影响。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在咧病院工会甲医分会早起伫咧病院门口召开记者会，指控这病院长期以来骹手无够，工课负担增加，申请加班费搁互刁难，着护理师5年累积10万块的加班费互抬了了。卫福部长邱泰源强调，病院袂去欠任何基层的员工加班费，会要求这病院好好处理。5年血案，拒绝恶意刁难。花口号手提标语，台大病院工会甲医分会代表10外人，29早起无顾得落雨，徛伫台大病院甲医中心分院的大门前召开记者会，控诉院方当年人力欠缺无补，致使第一线临床人员业务相当，敢若增加无减少，甚至挑战加班费的对补，使得临床人员伫经济甲精神方面拄着相当打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他大概被删了接近300个小时啊！换算来说，这5年，他10万块的加班费就这样没了。工会表示，台大监医基层人员即阵啊依照院方的公告，办理对补5年加班费作业的时阵，索叫院方强删除申报时数，像讲交班、移在点班、协助急救，也是困难放减者的临床业务，本来就未留任何记录。院方趁这个机会核删，而且人力不足，致使百般困难，以后一人离职唔捌减少，一定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希望就是医的高层能够再进一步重视人力的短缺。薪资的问题、结构问题、加班的费用的给予，公立医院就需要一个制度，它是政府的预算。院长有表示，绝对不会欠员工任何1毛追溯的加班费。对这代志，台大监医中心分院尾嘛发声明表示，即阵啊医护欠工，院方会持续努力招人，针对即届追溯加班费申请案，会请当人提供有加班事实的资料，并核发当人应该得的加班费，佮对当人为病人的付出，甲因肯定甲感谢。记者采访报道。根据统计，这新北市高中以下老师和学生的比例，拢平全国平均是搁较悬。老师爱面对较大的工课负担和教育压力。虽然教育局有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不过教师团体和民意代表拢认为，目前的政策也是无法度来面对老师遐尼多元的状况。希望教育局会当和中央参详调整政策，也要建立较有系统性的咨询服务。今年桃园发生老师因为学生成绩无好，提笔公刀啊，讲要伤害家己，来恐吓学生爱认真读册，造成学生囡仔真惊吓。伫教育现场，老师若是一时情绪失控，对学生、对学校都是无好的代志。教师团体指出，老师工课负担大，佮面对教育现场的各种压力，过来心理健康真有可能会出问题。根据统计，新北市高中以下的师生比，国小、国中、高中拢比全国的平均较悬，所以新北市教育局提供老师逐年6届的心理咨询服务，希望消透老师的压力。也毋过有教师团体指出，申请咨询服务有条件的限制，配合的咨询所数量嘛伤少，有看有用无的情形。老师可能有一些考核案件存在的话，老师是不能申请支持系统的。可是有可能这个滥税案件整个申诉的过程其实会非常长，老师其实是身心俱疲。每个月提供1次的稳定支持，并且增设线上咨商跟匿名倾诉的平台，并且要引进教育心理师的制度，鼓励培育跟聘用具有教育专业背景的心理师。
根据新北市的资料，目前新北有超过1万的老师，有超过1400人要去寻求心理咨商的协助。等于每10个老师都有一个需要支持。有新北市的议员认为，老师面对的状况800款，可能是教育专业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家己的心理需要调整。希望教育局会使整合各种资源，针对心理和教育提供无同专业的支持。教育局因第一线接触到这个老师的时候，会当初步帮伊判断讲，你可能是教育观点，你可能专业，有一寡会当补充的部分、提升的部分，阮请专业的教育团队、专业的卫生医疗资源，也是讲地方的教育资源，咱会提供老师无同款的选择。黄秀君议员也指出，每一个老师的心理状况都无同，咨商不应该是用几摆来规划，应该针对无同状况提供协助，呼吁中央整合医疗和咨商的资源，来帮助规个教育现场更加健全。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受到低压带和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头天气拢无稳定。气象署表示讲，因暗西南气流会把这对流云气砸入来，雨水呢是对沿海一直来到陆地，南部地区雨会落真大。另外，疾管署也公布顶礼拜新增加4例雷片子的病例，也因为这风台季节还未结束，也佫有西南气流，中南部也是有机会会淹水。如果这疫情的观察要到8月底。居民无用得甲桶啊、盘啊的积水倒掉，云林水南乡上北村的这个大厝起，8月早起因为短时间强降雨造成淹水超过50公分悬，一直到下晡3点外水才退。民众烦恼速度来搁做大水，只好先甲家具踏悬来预防。拢甲沙去你温床顶安尼。哦，腰悬啊。嘿啦，就淹到伊落啊，会淹到家咧汤水啊甲。沙去里顶啊！二八大水雨是造成云林水南乡一天累积的雨量是超过400毫米，全乡超过10个村拢传出淹水的灾情，其中以上北村、上中村和上西村的灾情较严重。伫咧这个甲口湖连接这段吼，因为口湖迄边是海水，但是阮遮拢是做农牧的，无养殖专区，所以阮这边吼，那假设甲口湖这边中若无做一个水门动态，因遐涨潮会选择海水倒灌，导致阮乡内会淹水。受到西南气流和风台直接朝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天气拢无稳定。气象署预估，今仔日暗时西南气流会引入对流云系，然后会对沿海向内陆来刷动，南部无排除超大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我们可以看到，从晚上8点开始，主要的降雨是以平地为主哦。不过到了明天的清晨，甚至到了明天的上午、下午这段期间，整个降雨的趋势会慢慢的往内陆移动，而且雨区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一个趋势哦。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明天的白天之后呢，整个中南部的降雨是相当的明显。进前单那是风台过后，雷片子的疫情升温，疾管署嘛公布顶礼拜佫新增加4例雷片子的病例，其中1例台南60多岁的男性，病情是真严重，已经住伫监护病房，但无污水污泥的接触史，研判是吸入性的感染。住在台南60多岁的一位男性本身有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感染的来源我们目前研判可能还是跟吸入性的感染比较有关系，并不是说去直接接触到这个污泥污水所造成的。针对雷片子的疫情，疾管署统计，风台丹那死了后已经有10例，其中2例死亡，今日加起来32例本土病例是历史上上悬。因为中南部同款有积水淹水的状况，预估疫情要继续观察到8月底。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警方最近查到这乌道掌控诈骗集团伫咧机场也甲强犯掌到。另外一案呢是有领钱的强犯摕18张的卡，要去到超商领钱，去互民众发现，报警察来甲抓起来。这前前后后加起来，中华关今年6月诈骗案受理有680件，损失金额有到2亿7千多万。坐着没关系，这样可以。警察，我们是警察，证件在这边已经。警察来到超商，当场压制香港籍早期车手，高赶去桃园机场将准备出境的强犯抓落来。中法官刑在今年7月侦办投资虚拟货币诈骗案，向顶面对早发现德联邦、世港相关回收的诈欺集团，逮捕11名相关查扣总计大约1600多万的泰达币，高级交叉甲绑散。查扣了7万颗的虚拟货币。4辆自小客车及法院裁定扣押房屋1处。来，你手不要抖，你证件标下。过来。你刚才领了多少钱？
中华分局是接到民众检举，伫超商提款机看到有人一直咧提款，迅速抓到早期车手伫车内查扣18张提款卡，43万擦拉钱，互警方以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该名民众对于持卡的目的及现金的来源都无法清楚交代，依诈欺罪嫌，已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另外，台湾银行中华分行也拄到80多岁姓陈的老人听信赖投资群组，拍算要汇款88万投资高级沉香，对方也个交代，手机也唔通摕互行员看。保持警员协报到场，一下就看出是网络诈骗。你讲这要买沉香哦？沉香啦，沉香足贵啊！你迄沉香你还未摕到你钱，你都要回啦。老翁对于诈骗集团高获利的诱惑下，一度坚持要汇款。保期员警以实际案例予以说明诈骗的手法，耐心劝说约1个小时，老翁才恍然大悟。警方统计，彰化县今年6月受理诈骗案有680件，财损金额达到2.7亿元。呼吁民众协助打诈，只要提供线索，也是协助诈骗车手，经过警方裁定高保成下定处分，就会当得到1万的检举奖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这几年，山鸟市伫咧国有林地偷错菜案件减少真侪，除了加重处罚，用科技来收集证据也真重要。咱做回来了解。顶区树仔线发伫偏远山区，暗过因为离巡权早年偷错事件真侪。在当避南地家村长林庆霞指出，早年常常拄到山鸟市，搁被开枪警告。这2年无常无继续变歹，偷错成绩也变重，甲部落族人造成损耗对山鸟市即马变少了。我跟台东分署合作16年了。我协助他们破案将近30件。公部门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熟悉那个环境、熟悉那个地形啊！李家林到这2年是没有再发生了。村长表示，固定巡逻暗过巡逻的评论无方便公开，暗过山内范围真大。虽然有政府津贴，暗过也是希望提悬。在南庄窑山内巡逻队，长老表示，虽然无执法公权力，暗过透过通报组织非法，族人也亲切熟悉传统领域。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真正因为这样的巡护而开始认识自己。为什么我是山下族？我想山林巡护它绝非是单纯的就是巡护而已。林保署表示，组织偷错应该是有防发生。甲去年已经有91个社区参加巡护，也和国有林地偷错案件为102年的290件降到113年的58件。我们有一个赖的山老鼠雷达站，这个目前为止提供了我们多非常重要的盗伐的即时资讯。是3人咧做山鸟市的台北大学教授陈昌环分析，偷错人住的所在甲犯罪地点伫线距离的中会所只有20公里，代表有地缘关系。会犯案甲偏向的经济就业家庭甚至毒品有无共款程度影响，所以要阻止偷错树仔，改善偏向经济条件也是重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既然推动各中小这免费营养午餐到今一直出问题，审计是发现讲一寡学校的实在分装拢无写清楚，甚至出现超生过期的问题，学校也拢无记载记录。县政府表示讲会请各学校的午餐必须合法管理，营养师也要爱去辅导。学生中昼食饭，外界加重视食品安全。暗过宜兰县为推动各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了后，问题就真多。审计室调查就发现，部分学校分装食材无标示名字，甚至有变质过期，冷藏库温度超标这个缺点，甚至有学校2年无附稽查记录，自主管理无落实。请午餐秘书的部分食材送到学校以后，学校会进行验收。那依据我们相关标准流程来去做验收，验收完以后到食材登录平台的部分去做登录。这件不是既然营养午餐第一摆发生问题，县政府表示会请各校午餐秘书照各告诉 SOP 做好管理，营养师也做好辅导。不过外界也是有记录，家庭团体对中昼等品质袂放心，因为县政府除了应该提高午餐经费、提高品质，也应该加强行政效能。费用的增加是，就像我刚刚讲，是一环之外，我觉得行政效能这个部分上面确实也是有很值得县府在这个部分上用心的地方。变成你要落实营养午餐，你不可能是透过一个没有人力成本的部分去做一个管理，因为这样子永远都是管理不好。
教师职业工会认为，目前各校的午餐秘书拢是由行政人员甲老师兼任，不过管理营养午餐是专业工作，县政府应该补充营养师等专业人力。县政府表示，目前营养午餐每一个学生每顿费用是45块，未来是毋是提悬到50块，要搁评估。另外，各校午餐专业工作包含开菜单、营养教育等，拢有专业的营养师负责。老师甲行政人员该来做行政工作，未做专业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举办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民俗博物特展，这馆长牛志忠呢用古早电视也个刻盘来布置，打造古早味的情景，要互民众感受到英国生活美学。用刻盘机放老歌，互人敢若登到1960年代同款。客厅内底阁有乌白电视机，甲老城机顶顶，这是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目前当咧馆内举办的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民俗文物特展，当中嘛有展出民国38年电费的收据，呈现4万外1块钱补起的迄个年代。南投国史馆馆长牛志忠讲，希望互大家了解先民的困苦，定小即马富足的生活。我这嘛有展这个4万外1块的迄个年代吼，尤其是迄个收据哦电费，对4月开始到6月吼，差20几倍。这届特展的情景布置，阁包括1940到1980年代流行的约会地点评估式，以及日本时期引进由药商业部到家庭会上药品的假药包文化。另外嘛有红明床、早年碗盘、红仔册等早期的文物，互参观民众拢感觉真新鲜。上大包迄个虾骨扫，画虾啊、个乌龟，啊摕一个扫帚，啊就互人知影是食虾骨扫的药啊。看了这台，感觉就有怀念的感觉。小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常带我去串冰店吃串冰。这届特展拢总有36个主题，而且主办单位嘛有放 QR code， 互参观民众只要用手机扫一个，就会当听导览介绍。文献馆讲，登记到12月中，邀请民众去感受早期台湾人的生活。记者邢欣怡南投报道。咱做伙来看国际新闻。美国当地时间2日发生2件枪案，纽约的曼哈顿一栋内面有商业机构、银行和爱尔兰总领事馆的大楼，就嫌犯入去内面乱开枪，造成警察和嫌犯在内5个人死亡。另外呢，这内华达州也是发生一名正手伫咧交警外口，甲证人开枪，造成3个人死亡，2人重伤。大龄人手抓悬导航的姿势行出大楼。美国纽约公园大道的一栋办公大楼，当地2月尾发生枪击案，嫌犯穿防弹衣、牙枪进入大楼了后，向人顶开枪。I saw personally a guy on the floor. He was laid ou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him. I don't know if he got shot. But there was a guy laying on the floor. They tried to give him CPR. He didn't get up. They put him in the ambulance. 这栋大楼伫曼哈顿中城区，大楼内有真侪出名的金融机构办公室 ，NFL 美国国家美式卡球联盟总部，还有爱尔兰总领事馆的办公室。警方拘捕了后，赶到现场，快速封锁大楼甲4个位区域。枪击案造成包括一个负责大楼保全工作的纽约市警死亡。这个死亡的关键伊斯兰是孟加拉的移民，这个牺牲互纽约市政府称呼伊是英雄。We lost 4 souls to another senseless act of gun violence, including a member of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Officer Islam. He served in the 47th Precinct. He was just 36 years old and a 3.5-year veteran of the department. 警方初步调查，27岁嫌犯塔姆拉是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伊伫1楼大厅犯案了后，走去33楼的大楼管理办公室，佮开枪射杀一个人了后自杀死亡。警方为塔拉姆遗体找到遗书，显示嫌犯英国是美式卡球运动员，有 CTE 慢性创伤性脑病变，好亲像不满 NFL 对伊破病了后的处理方式，才会犯案。详细的犯案原因还佫调查。换看内华达州当地2月透早，一个枪手伫西亚山大酒店教场外的停车场向人顶开枪，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有性命危险。警方赶到现场了后，甲嫌犯对射，甲要击掉嫌犯，目前嫌犯还佫伫病院急救。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
以色列伫咧二倍，搁再对加沙发动攻击，上无有78个这巴勒斯坦人死亡，包含一个已经有生7个月妇人人。这医护人员赶紧甲伊破腹生囝，想袂到这婴仔也就是几点钟后来过身。另外，希腊的罗德岛有示威者阻挡以色列邮轮挖港，和警方发生冲突。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病院部分受难的查某婴仔所得，这7个月都伫亚镇病院被迫紧急剖腹提早出世，因为伊的妈妈已经伫医院空袭之下死亡。身边3个囡仔也拢受伤，体重只有1.4公斤的所得，脑部欠战术欠非常久，送到病院已经真危急，几点钟了后才死亡，惊患短短一生。للأسف الشديد طبعا يعني هذه الطفلة فارقت الحياة。迄日也有真侪人咧等待领救援无做时，互义军批火造成至少5个死。推车一直将受伤的人送去纳赛尔病院，凸显加沙境内医疗的困境。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已经有60人死亡，1/3是儿童。以色列境内有2个人权组织日被发表报告，指责以色列对巴基斯坦人所做的就是种族灭绝。Israel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in the Gaza Strip. We have witnessed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civilian killings, of deliberate starvation, forced mass displacement, and the total destruction of most infrastructure necessary for human and social existence. 以色列当局犹原拒绝承认加沙有人道危机，只宣布伫部分地区加新的援助走廊，为伫早起10点到暗时8点停止10点钟军事行动，互空投加补给会当进入。也毋过援助机构表示，这个措施无法度来解决日渐严重的饥荒问题。联合国55台援助卡车日前还未到发送的地点，已经互一堆人摕落来。礼拜伫希腊国公圣地罗德岛，一只载有600名以色列乘客邮轮去的时，受到反对加沙战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强烈抵制，因野白亚大峡化口湖甲警方把爆发杀来杀去的冲突。后来邮轮旅客平安落船活动。顶礼拜又有一只以色列邮轮伫小罗斯岛港口拄到抗议，后来换路线去塞浦路斯。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西班牙建筑大师高第的代表作品《巴特罗之家》，2005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了后，就变作是真正的经典。不过已经有上百年无整修，为着要等到上完整的状态，有找建筑师、历史学家和工人开始几多年的修复，在今年6月中正式对外开放。这是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巴特罗之家，是建筑大师高第的代表作品。曲线注定加波浪形的阳台，一个缤纷色彩的马赛克泰鲁壁面，规栋建筑物有着囡仔的趣味加现代设计。伊背后的建筑物景观也真水，建筑物背后立体加空中花园破损的部分已经修理好势。波浪形栏杆、大门加马赛克泰鲁，拢恢复到1906年第一遍大修好了的情形。Sabíamos que habían muchos elementos de colores laterales entre cristales y cerámicas simulando como una enredadera o flores, o sabíamos que el patio en el que estamos, que también ha formado parte de esta intervención, pues tenía unos elementos originales que habían desaparecido, como esta gran pérgola. 巴特罗之家起伫咧19世纪，天台用菱的菱骨做设计主题，又搁互人叫做菱之厝。自外壁到内面装潢，拢展现高地对自然加生活介意。这栋建筑物伫咧20世纪初期时阵捌整修过，这几年经营团队开始修理有歹去的所在。2024年初，建筑物后壁的壁边加顶进行修理工程，重点包括厝顶的马赛克泰鲁壁、用带金属的栏杆、插景的窗仔门，一个壁边，并且加强结构，总经费1亿2000万台票。顶内边这个棚架设计像这泡沫伞形，涂骹带手工的泰鲁超过85000片，原则完备展现高地原本的设计。The restoration of the back facade of Casa Batlló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discoveries we've materialized so far because of the negative of what we had before and what it looks like now. 建筑物后壁甲顶修理好了，伫6月中对外开放，将在尤其是专工来看的。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 and this is a
magnificent place. It really does, bring out the creativity in life. It was my dream to come here to visit all the Gaudi amazing structures here. 巴特罗之家伫咧2005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一个世界遗产，真侪巴塞隆纳有名的观光热点，是真侪人到当地一定的去行程之一。敢若是2024年入境190万人参观。公司新闻张锡芬编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